来看高雄美浓的吉阳里有农地发生违法偷乌土石的代志，这乌的面积大约是1公顷，深度要到20米遐深。民众讲呢，本地是要做停车场，哪会知影讲乌一坑遮大坑？市政府表示讲，业者无经过许可就来乌土石已经罚2摆，拢总罚300万。当时6月初也移送地检署侦办。 塑胶车一台接一台载土入来倒落窟窿底，因为美浓吉阳里这块农地，进前有民众发现，好好的农地内挖甲遮大窟，窟内面积大约1公顷，深度将近20米。进前的大水沟，若规正出一个湖，边仔车路机嘛出现挖坑。原地站伫咧外面的库察帮已经对咧放落水底，水管嘛断了了。民众讲，业者讲的甲做的拢无共，大车将路搞害了了，也害不少民众累惨受伤。我听5、6个这样。 我有听过啊，然后也有听同学跟我讲过，说某某人，我问他说哪里的，他说兰花园小姐。做停车场，把它弄平，就这样。就没想到变成一个大洞。对，因为东西越来越明了，现在就知道他们是有一个集团了。 这里弄完，那边有，那边弄，这样。讲好的停车场现在正做人工湖，居民愈看愈惊。市府表示，因接到通报，就马上回动派出所去看。业者无经过许可，就挖土石已经违法，已经裁罚2摆，拢总罚300万。也要求地主要进行土方的回填。6月初也按照区域计划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当中。现已进入司法程序。 本案依法正进行回填作业，同时要求业者加速修补、复原受损的道路及侧沟。施工人员表示，因估计这个窟窿要回填好势，至少要3个月以上，因为这段时间赶工大车出入多，因此路面整修的部分需要等待回填完成才开始做。这段时间会加强安全维护，避免民众搁累残发生危险。记者柯家族柯超勇、高永昌报道。